再来看台北市区鸟鼠生团的问题佮继续在炭烧。台北市政府昨时宣布讲，要提供鸟鼠净防师来协助防治。也毋过，环境部长彭启明是讲，这个名词伊嘛是头一摆听到哦。也毋过，伊是建议讲，应该爱找白头蟒的专业人士来斗相共，毋通干那要靠请结队。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因为爱环境部说全国统一的鸟鼠监测模型，互地方政府知影讲会当安怎做。环保局消毒班的人员透早伫咧信义区、有中正区进行鸟鼠防治环境的清消。鸟鼠的问题是一直浮出来。台北市府宣布会设置鸟鼠净防晒加强协助，民众若是伫厝有任何需求，拢会当申请。不一个民意代表就批评讲，台北市清洁队消毒班敢若86个人，每一个人爱应对超过1万外户，安尼配额根本就无可能。市府首创鼠类侦防师，就是要提供专业防鼠意见，让私领域的防治措施也升级。目前规划的人力至少是外界所称的2倍以上。环境部长彭启明就表示，这是头一摆听到净防晒这个名词。偷鸟鼠是专业的工课，建议参考新北市府找处理鸟鼠蟒仔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可能会较好。找公务员来做的话，因为这个到底说侦防师是什么，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会希望说很多事情可能需要靠专业的来。鼠类的点阅率在过去这几个月，在环境部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筛验的话，都是点阅率都是第1名，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问题恐怕是真的是颇为严重的。彭启明也表示，感冒鸟鼠的问题目前无明确的定义，是每一个人感受的问题。也来民众对鸟鼠的问题其实是真有感觉的。以环境部网站统计数字来看，鸟鼠类的点阅率是最近的第1名。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因为就呼吁环境部应该设立全国一致的鸟鼠监测模型，让地方政府有路通行。记者综合报道。